圣灵啊，求你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明白真理，活出真理，并且能够宣扬真理，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特别点名，还有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有一位彭美玲彭牧师，好，今天我们要来讨论那个马可福音里面一个很尖锐的问题。我们知道马可福音一直在讲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是谁，第二个门徒是谁，就是整个马可福音是这两个主轴。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，起初我开始读的时候，要准备这讲道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好讲的？我实在想不出到底要怎么讲的，怎么耶稣会那么落后，跟那么挫败？可是等到我们好好的默想，有一个很特殊的发现，马可福音在序言是马可福音第1章1到15节以后，序言完了以后就讲个大的段落，讲到耶稣公开在加利利宣扬福音，他在那里选召了12个门徒，宣讲福音，行神迹、奇事、异能，医病赶鬼，结果带领了好多人信主。你知道吗？耶稣这么风光，所到之处真的是万人空巷，真正对的人我看，真的微那个挤到什么地步，好有趣。有一群人坐公车，一个人说：“让我下来了，我已经3站了，都被挤在那里下不去。”另外一个人说：“让我下来了，我在送人，结果被挤上来。”他正在痛苦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人说：“是谁在开啦？我被挤得进不去，我是司机啊。”耶稣基督在那时候，整个人这么多，你看他就带着12个门徒，风光到了6章1到6节，才第一次回家。你知道吗？他真的是衣锦荣归，哇，背后一堆故事，哇，所有围的人都在讲耶稣行了何等大的恩典、怜悯、祝福。结果一回到他的故乡，到了拿撒勒的会堂，结果就第一次经历了大挫败。本来人亲土更亲，这些人是他的乡亲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些乡亲呢，看到他应该是很高兴。结果耶稣就大挫败。大挫败以后，我今天你知道，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的描述是3明治的，都是描写一件事情，另外一件事情就夹在一起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耶稣在大挫败之下，只有讲了一句话：“先知在本地不受重视。”他就往周围乡村去教训人。他不但离开这地方，把他工作范围扩得更大，然后呢，就更延伸他的工作，叫12个门徒来，差遣他们两个出去。这是马可福音第一次记载耶稣正式差遣门徒，吩咐他们去工作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耶稣遇到最大的瓶颈，遇到最大的痛苦，他的整个人翻转过来，这是逆势而上，反败为胜。我有一次跟卫理公会的牧师在一起去旅游的时候，遇到那个峡谷，好多牧师吓得要命，说啊怎么办啊？我们如果掉下去怎么办？我说感谢主，掉下去卫理公会已经大复兴，因为我们这些瓶颈塞住了哈，然后掉下去了，有新的人一定兴起来，结果大家每个都瞪了。好，马可福音记载耶稣第一次出去差遣他们出去，好有趣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，到底耶稣所受的伤害、排斥、鄙视、羞辱这一些东西，到底耶稣怎么面对？那我们怎么来看这段经文？好，第一个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谁。好，经文说，这不是那木匠吗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呀？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他的兄弟雅各、约西、犹大、西门的长兄吗？他妹妹不也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一句话不经意的透露了一件奥秘。什么奥秘？
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道成肉身，降生成人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这是约翰福音讲的。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复独生子的荣光。整个圣经都在启示上帝跟人的真理。上帝是爱，他因着爱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他因着爱，耶稣基督宣讲真理，因着爱，耶稣行神迹，因着爱医病，因着爱帮助人。所以整个都在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不只是上帝是爱，他也活出爱，宣讲爱。好，那我们呢？我们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，是一个很尊荣的人。哎呀，结果人呢，竟然上帝的儿子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结果就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大悲剧。什么悲剧？他在拿撒勒的家乡被拒绝，是人类的悲剧，是不幸。所以那个拿撒勒那些人的不幸，他们不相信上帝是爱，不相信自己，也不相信上帝。正如约翰福音所说的，耶稣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人倒不接待他。人真的不敢相信上帝是这么爱。上帝是爱，上帝毫无条件、毫无保留的爱世人，而且还要住在我们中间，分享他的生命。他们也不敢相信说，我具有上帝的形象，是跟上帝的生命可以相通。人是有意义、有尊荣、有价值的。所以拿撒勒人相信，就象征着人的不幸，不相信人生命的意义跟价值，所以他们对耶稣起反感，最后他们也不献祭自己。所以耶稣说：“大凡先知，除了本地亲属、本家以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”表面上是拿撒勒人在弃绝耶稣，其实整个世界都在弃绝耶稣，这是人类的悲剧。人对上帝的爱不信、不接纳、不领受。请问问题是出在哪里？出在人。然后倒霉的是什么？是人。所以按照马可福音，耶稣离开拿撒勒，表面上是因为不信而无可奈何的离开。他受了这样大的屈辱，可是我们放在整个马可福音来看，其实在预告耶稣基督的命运。耶稣基督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明知人不信任他，不爱他，他仍然选择接受人性，选择成为人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所经历最深度的软弱跟贫穷。拿撒勒人如此对待耶稣，就预告耶稣的受难、十架的死亡。可是耶稣基督竟然自由的去接受苦难，而且面对苦难完全不使用暴力，他用他整个生命来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影响这一切，而且胜过这一切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基督教的信仰就讲到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？所以，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有一阵子突然怀疑，到底有没有耶稣这个人？如果没有历史上没有耶稣这个人，那我信耶稣跟我信孙悟空差不多。请问历史上有没有孙悟空这个人？没有。啊，有没有孙悟空这个神？有啦，大圣爷啦。有没有猪八戒这个人？没有啦。那有猪八戒这个神啊？了解吗？所以那个台湾的神明就是人的投射。而基督教的信仰，如果耶稣没有来到世上，那不是投射吗？对不对？你们知道吗？西方三圣，包括地藏王、历史上都没有这个人。你们知道吗？南无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南半球人没有人信佛教？因为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量寿，南无的意思是顶礼。我敬拜一个永生的神，所以是人的投射。历史上没有阿弥陀佛。请问历史上有没有观世音、观自在？没有啦。妙庄王的女儿有妙庄妈妈也没有啦，是人的投射啦。而且观世音是男的还是女的，历史上都没有定案，表示人类渴望一个救苦救难。
一个能够亲自来到人间承担我们痛苦的，结果观世音只要观世音，然后观自在，对不对？渴望大势至菩萨，西方三圣大菩萨，人类渴望一位全能的上帝，能够掌管我的命运，能够怎么样？这样了解吗？阿弥陀相信一个无量永生上帝，大势至菩萨，还有7个救苦救难的，这些人类里面最渴望的，佛教里面投射出来的。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也讲过了，他可以控制大自然，可以超越生死，可以救苦救难，他是苦海中的慈航，他也是人类死亡，尤其是寡妇死了女儿的绝望。还有雅鲁死了女儿的时候，他可以把她救回来。所以耶稣基督是真真正正的人，而且也是道道地地的神。神和人集在一身，所以是真实的。可是有些人拒绝他，这是悲剧。好，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，耶稣会化悲剧为恩典，中间的关键是信心。保罗说：“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在哪里显多。”约翰一书也说：“上帝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，使我们因他得生命。上帝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的，不是我们爱上帝，乃是上帝爱我们，并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。”所以耶稣以天父的旨意来做自己的意愿，他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启示了上帝的爱，所以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把恩典给我们。我们上次有讲过，耶稣的受难的时候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一切的羞辱，使我们得到上帝的荣耀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代替我们受了一切的咒诅，使我们得到上帝的赐福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代替我们死，使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。所以整个福音书都告诉我们，只要信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人却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这里在告诉我们，拿撒勒人啊，你不要成为拿撒勒人，你要成为一个向真理开放、迎接耶稣基督的人，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所以这段福音的细节在告诉我这个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我们来默想，好特殊啊！今天的读的经文跟大卫都一样，请问大卫他被接待到扫罗那里去的时候，他是什么人？他是在伯利恒牧羊的一个小小的牧童，可是曾几何时，成为全以色列国里面最优秀的7弦琴的弹奏者。他那时候介绍扫罗，那时候扫罗整个人一发疯起来，全是撕裂。在那边在地上打滚，然后在那里整个人被那个仙附身的时候，有人介绍大卫，说大卫是一个善于弹琴、说话合宜、容貌俊美、大能的勇士。还有大卫这么美的东西，请问大卫是个牧童，牧童怎么会变成一个这么全国有名的那个琴手？我们知道啊，学琴好玩呢，要易学难精呢，要精很痛苦呢。任何要学琴要到精哦，都要经历撞墙期的，而且经历那个非人性的枯燥跟那个坚持呢，那个痛苦到不得了呢，同意吗？对不对？我女儿在学钢琴的时候，就一边弹一边说：“我恨巴哈，我恨巴哈，我恨对位华，我搞什么鬼啊！”就一边弹一边哭。那个撞墙期哦，你很难想象他现在诗情那么美，是中间的痛苦。好，耶稣基督是个木匠，凭什么成为一个拿撒勒木匠？凭什么成为一个拉比？你们知道会堂是这样，他们那时候没有人有一手圣，没有人手一册的圣经啊。他们那个会堂是把圣经就会一卷一卷这样砍出来。然后2个人这样拉出来这样读，2个人拉那个叫扛经圆，然后中间读经就这样，而且希伯来文的圣经每个字都连在一起，很像中文以前的那个古代的句读啊，连在一起。
希伯来文连在一起好难读啊！你知道我学希伯来文才学3年，根本不可能。我老师说，他希伯来文的博士100个里面能够读经读出来不到2个，连在一起。你知道希伯来文的字是3个字一个3个字母一个字，而且都没有子音呢，都没有对不起，没有母音呢，全部都子音呢。啊，有的字哦，有词前加词跟加上词后加词，可以变成13个字呢，13个字才一个，还有的3个字，有的2个字，有1个字这样连，全部都连在一起。你要断句，要读成章法，读完了以后当场翻成什么？翻成亚兰文呢？了解吗？翻完了还要再讲解呢。请问耶稣，他们说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他们称呼犹太人都称呼谁的儿子嘛？谁的儿子叫做巴嘛，对不对？西门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嘛。巴拿巴，他的爸爸叫拿巴嘛，了解吗？巴的话就巴的希伯来文叫 Ben， 因为那亚兰文是巴，那是 Ben 嘛 ，Ben 阿栋，亚当的儿子，对不对？阿拉伯话叫什么？宾嘛。宾拉登的爸爸叫什么？叫拉登嘛，了解吗？宾拉登的儿子呢？宾拉登没有啦，他的儿子叫宾欧沙玛啦，他的名字叫欧沙玛宾拉登啊，就这样子。结果呢，他们叫他什么？叫宾玛利亚，这羞辱人呢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嫉妒、反感可是耶稣基督怎么样？好潇洒啊！他说：“大凡先知不受种事，我就此事不留人处，自有留人处。”你知道吗？如果人被嫉妒的时候，要很喜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证明你不是庸才，同意吗？因为人非庸才必遭忌嘛。我这一生的痛苦就是，好多人都认为我不是庸才，了解吧？如果你这个人在背后人家骂你、羞辱你，表示你实在是很有影响力，连你在背后会影响到他的存在，成为他的威胁，同意吗？如果一个人他辱骂你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你实在是成为他眼中里面使他活不下去的人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人都应该喜乐耶稣基督呢，他对于别人对他的嫉妒，尤其那个，你看人没有办法对我们旁边的人发出由衷的赞赏，吝于肯定，暗中嫉妒，而且很多人面对这个压力就一生呢就怎么样，就自我埋没，很可惜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这些人为什么没办法信任耶稣？因为他不知道人的潜力，再加上从上帝领受的恩典，可以发挥的那么美。耶利米书10章12节说：“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创造世界，用聪明铺张穹苍。”耶稣基督在做木匠的时候，他在成长中与天父紧密的契合，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同心同行，不断的成长、突破跟改变。所以从人的角度里面，他是一个木匠，哪里知道外在的环境不给人成长的空间，用那个旧的眼光来看耶稣。可是木匠之子怎么可以担任崇高的使命呢？怎么可以自认是弥赛亚国度的开创者呢？怎么可以说是天国的代表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基督就是他善用闲暇，支取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我礼拜5跟我们的社青说巴不得你们都参加那个灵修小组那一组了，好好去支取神的恩典跟能力、智慧，那个叫做 means of grace， 恩典的途径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活出这样一个美善的生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要突破自我中心寻求神的旨意，不要甘于平凡，也不要建立自我的国度，只愿意上帝的国降临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不要只求好，还要更美好；不要只求善，没有做，还要更美善；不要只说我归属基督，归属这个教会，不要只有归属而已，而是去参与基督的苦难，基督的使命。关怀人很好，
如果能够成全人，不是更美好吗？能够我来礼拜天来听道、来信道很好。那如果去行道跟传道，不是更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个人告诉我说 ：“The enemy of the better，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the better。”你有了更好的，你就忘记了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。所以，如果能够跟人互相宽恕，不是很美好吗？但是宽恕了，如果再出发，然后彼此更亲密相爱，不是很好吗？夫妻都是这样子，善于教导非常好。如果能够活出榜样，而且能够服侍，更美好。信仰落实在生活很好。如果能够不断成长、突破跟更新，就更美好，对不对？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很友善，很好。但是如果能够亲密相契，不是更美好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每个礼拜领受主的信息，收获得着很好。如果能够分享出去、给予出去，不是更好吗？耶稣基督就活出这样的生命。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谁？他怎么活出这样的生命，值得我们羡慕。第二部分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哇，这好特殊哦！他讲了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是耶稣建立团队，赐下权柄跟使命；第二，给他们一个齐全的讲习。哦，这两方面都很美。第一个，耶稣先建立团队，两个出去。为什么要两个？因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两个人可以比较不孤单，彼此帮助，群策群力，互相勉励。不会孤单跟无助，对不对？而且两个人可以共同分享、共同扶持，而且两个人，《申命记》17章第6节说，两个人的就有更美好的见证。另一方面，两个人在一起最容易吵架，你们同意吗？你们同意吗？真的了，最容易吵架。如果第三个来了，都不好意思吵，对不对？你看牧师跟师母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会不会吵架？会，但是我们学会了怎么样宽恕、复合、再出发，了解吗？不断的更新变化。好，意思是这两个人要传扬爱的信息，你们先活出爱。两个活出爱，就传出来就有能力。好，耶稣也给他们权柄，制服污鬼。你知道这个权柄的希腊文是 edidou， 是个未完成式。edidou 表示曾经发生，现在还在发生，继续发生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昔日赐权柄给门徒，今天仍然赐权柄给我们。所以，耶稣所给这12使徒的权柄，没有在那里停着，就到那里妈的，没有，也继续给我们。然后给我们什么使命？叫我们制服邪灵，然后传道、教导这3个方面。所以我们教会才需要成人主日学，还有在主日讲道。主日讲道是 preaching 是传道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是什么？是 teaching 是教导。然后我们两个出去，这是什么 ？community 是团契小组相爱，这3角成为我们教会整个事工。然后我们再一起往外，就是我们教会的制服学院这些工作。好，耶稣嘱咐了3个，这3个也蛮精彩。第一个，叫他们过简朴生活，细心功课，不要带食物跟口粮，腰带里面不要带钱袋、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，只要穿着鞋子，不要那个。意思叫他们怎么样？过简朴生活，细心功课。真的，因为要传讲的是关于将来的审判，是迫切的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因为使命重大，不要在乎那些，重点是你们的信息。第二个是要一心一意，随遇而安。他们到哪里就在那里住下来啊！不要在那边比较说，哎呀，我前面那一家比较好，这一家怎么住那么差啊？然后出去同工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一家都没。你知道有一个人就讲啊，我这一家我实在不想讲话，为什么？讲那些都无稽之谈呐！我最喜欢吃鸡肉，都不给我鸡肉吃。他讲那些无稽之谈，那你在干嘛？我在坐以待鸡，等待鸡肉而来。不是啊，不要，重点不在这里啦，重点是能不能做主的工啊。这样了解吗？重点是不是能够做主的工啊？
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荣光堂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个教会请我去牧会，那时候荣光台才40几个人，你知道那个教会将近200人，那教会给我开出的条件多好，那教会说我们14个长老第一次全部所有票都通过了，很难得，我们真的很难得，我们21个执事全部通过，然后请我们夫妻吃饭，给我住的房子是双拼的，36坪加起来72坪。比荣光堂的那个都干我1倍，然后薪水给我3倍，结果我有没有去？我那时候实在想去的，结果那个林继波老师为了那个去跟他们谈判，最后我还是没有去，还是留下来。留下来的重点是我在这里能不能做工啊？不是为了那个薪水更高了，不是啊，不是为待遇更好了。我们家孩子就看到哦这么好，哦还给我车子。而且那个长老说：“哎，陈牧师以你的能力哦，在那边大概做5、6年哦，一定还有台北大教会找你去的。”我那时候也接到台福的刘护理牧师要我去，他说海外有多少个台湾人？我想一想，台湾人更多，同意吗？我到安树堂的时候，也有多伦多的教会几个长老派人来听我讲3次道，决定要找我去。我们还是没有去。重点是能不能为主做工最重要了，同意吗？而不是说哪里待遇好了，如果待遇好，那我干脆去不要当传道人了，去做生意还比较好一点。真的，我的好几个朋友都还找我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做生意呢？怎么跑去当传道呢？你是干掉罗伊而已。”你是不是遇到婚姻挫折，还是情感失败？那个是 calling 啊。第3个，要坦然的面对拒绝跟挫败。如果有人不接待你们，你们就离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拿撒勒的这一些挫败，耶稣基督把门徒带去，就看他们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人家拒绝我们，是他没有福气，同意吗？不是我们没有福气。你为了祝福人家平安，如果他不拒绝，结果这平安就回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加倍平安。换句话说，被拒绝越多，上帝的恩典就显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不用担心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透过耶稣基督的挫败，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活出了这样的尊荣的生命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认识基督。他就是上帝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也为我们的罪而死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敞开我们的心怀，来接受基督的救恩，更帮助我们学习基督，不断的精进自己，在生命上成长，越来越像基督，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，彰显基督，荣耀基督。主啊，我们也愿意接受你差派我们，让我们两个出去，让这个荣光堂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，成为为主做工的教会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谢谢牧师的分享。接下来京剧背诵，我们是。